大家好，又係陳元日，為你講解嘅呢，當然都係玄學嘅問題啦。嚟緊呢就叫做壬午月，壬呢就係任達華個任啦，聽過啦，冇咗企人邊嗰個任。咁呢個係屬水嘅月份嚟嘅。咁午係咩呢？午係代表火，即係馬咁解。壬午月咧就真真正正咧夏天嘅中間位置啦，喺個節氣嚟到講。第二樣嘢咧就係壬咧，佢係叫水同火，咁變相咧有一種叫做個月份上邊啊，就有啲好似水火不容嘅狀態啦。又或者係有一種係喺夏天嘅形式上邊咧，有一種叫做調和嘅態度。因為夏天太猛火，同埋今年咧理論上流年氣氛都唔會有水嘅存在。咁但係咧喺呢個馬嘅月份裏邊，原來佢個天干已經係有一啲水嘅形式，變相咧喺呢個月份嚟到講咧，可以係喺個整年裏邊會係有機會咧係調和到比較個形式比較好。譬如氣氛上邊，大部分而家咪好多時間，無論喺商業社會、戰爭國家，都會係比較火猛啊、火燥啊咁樣。原來呢個角度咧，呢個月份嚟到講都有機會係叫做調和一下，唔係話佢靜晒。係靜一靜，或者係調和一下，令到個氣氛咧唔好咁緊張，令到個情況咧唔好咁白熱化。變相嚟到講咧，呢個月份都可以係叫做好似緩和咗個狀態之一。而有利於咩人嘅形式咧？本來喺夏天出世嘅人咧，應該係比較喺火嘅月份咧冇利嘅。但係佢個天干咁強嘅水嘅話咧，就引致到咧可以係調和一下。不過呢個水咧就唔好介意講句，佢都唔算好夠力，因為喺呢個流年嘅氣氛咧，喺八字裏邊咧，流年嘅天干一係月木，俾佢咧都已經係扯咗一半嘅形式，令到嗰個水咧原來係有一種叫做黑泄過度嘅問題性。所以呢個水咧係點解叫做調和啫？唔係代表完全幫到手嘅。如果你話夏天出世嘅人咧，就算呢個月份咧，應該有啲時間係及時把握，引致到自己咧可以係把握到機會嘅狀況咧，因為時間唔多，你要把握嘅時間都比較少咁解。另一樣嘢咧，如果你話呢個月份咧，喺嗰個馬嘅日子、馬嘅月份嚟到講，就小心啲朋友。譬如屬馬嘅人咧，因為佢有一種叫做咧自刑嘅格局，令到自己咧可能有一種叫做頭暈腦脹，個氣氛氣焰嚟到講，好似渾渾噩噩咁樣嘅形式。所以咧，清晰地去諗嘢，做嘅決定決策咧都要清晰。去明確地知道自己應該做啲乜嘢，先至好作出決定，咁就比較容易啲咧，冇咁容易個運程啦，或者把握機會嘅狀況都會係比較差咗啲嘅形式咁解。另一個位置咧，如果你話呢個位咧，去到呢個月份咁樣計咧，嗱，作為投資嘅項目咁樣講咧，呢個月份就開始要小心把握謹慎啦。點解要講三個程序嘅形式咧？因為佢有機會咧有一啲假象咧，可能係上升得比較好，咁你就無啦啦入市嘅話咧，令到你自己都有機會喺呢個位置度咧，本來向好嘅諗法，投資方面都有利嘅話，可能係霎眼間損失嘅狀況都比較多，同埋問題大，所以謹慎地去處理同埋投資風險個形式咧，緊握緊記個模式比較係有利於你自己去魯莽決定。呢個月份記住一樣嘢。好多人咧都有機會啊，因為馬都係一種叫做衝動啦，或者係火爆嘅形式嘅。
理論上應該係咧多加注意，小心翼翼行事，去投資嘅風險或者係作出決定或者係大型嘅問題性決策咧，應該要謹慎去諗清諗楚，咁就萬無一失。同埋呢個月份咧，講真一句，如果你話係屬於一啲叫做羊、蛇嘅冬天出世嘅人士咧，更加要把握，機會就更加之好，同埋亦都係難逢嘅嚇。可以去把握到嘅話，盡量去多啲把握啦。OK，有咩問題嘅話，記得睇片，同埋你都講點讚、點閱、分享。嗯哼。